你知唔知道福斗講嘅連中三元係乜嘢？福斗嘅呢個器型喺翡翠裏邊，佢唔算複雜，但係佢寓意好深。先講個名，好多人咧會形容佢荷蘭豆，係因為點解咧？佢好似荷蘭豆咁，其實佢係有3個豆嘅。咁我哋好多時都講佢連中三元嘅意思。其實仲有一個諧音福斗，福斗佢亦都有福壽嘅意思嘅。咩叫連中三元？古代嘅科舉制度咧，考試分3級，有鄉試、會試同埋殿試。鄉試第一名就叫解元，會試第一名叫會元。咁殿試嘅第一名，大家應該都知道啦，就係叫狀元。一個人要3級都考第一咧，就叫3元及第。所以做到3元及第咧，就好似中6合彩咁難噶啦。所以民間咧就將3粒豆串埋一齊，叫連中三元嘅好彩頭。所以連中三元嘅呢個寓意咧，就係希望屋企人讀書咧步步高升。到咗5、6月份呢個時候，我哋嘅莘莘學子咧都喺度好努力喺度準備考會考啦，或者高考，所以連中三元福斗嘅呢個題材咧，最近亦都唔少人問嘅。仲有一個寓意咧，就本身刀子裏邊咪有3粒豆，亦都有多子嘅寓意。3粒福祿壽，3星齊聚，講嘅就係福氣、福祿、長壽3個都有。所以以前嘅大戶人家咧，都好中意送福斗俾晚輩，既係祝福，亦都係期許。但好多人在意嘅呢啲好彩頭咧，忽略咗關鍵嘅一件事：一粒福斗撐唔撐得起呢啲咁吉祥嘅說話？睇嘅唔係雕工有幾咁細，最重要嘅係佢嘅種水，佢嘅料夠唔夠靚？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一粒福斗咧，佢係要好脹卜、好圓嘟嘟嘅，所以佢對厚度嘅要求就要高啦。呢啲種水咁老嘅料咧，佢嘅光先可以由內而外熒光透射出嚟。反過嚟，種水唔夠，佢雕得再好咧，佢成件貨都係好光、很花紋，同埋咧好木嘅。我哋工廠最近做嘅呢批福斗咧，每一粒都係好圓潤、通透同埋飽滿。嗱，你睇下呢粒白冰，成件貨係起熒光嘅，佢好肥，戴上身係好有厚重感嘅。如果中意滿色嘅朋友咧，可以揀呢啲有種水嘅綠，呢啲嘅料咧，佢種水夠，再戴綠嘅時候咧，佢戴身就好有存在感。如果有啲朋友話我中意大件啲、光感好啲同埋厚裝啲嘅，呢啲簡約嘅扣頭款立體雕嘅，佢戴上身就好大氣。所以福斗亦都係好多年輕人咧請翡翠第一件會考慮嘅題材。每一件福斗我哋都會因應佢去做唔同嘅設計，做唔同嘅款式嘅鑲嵌，都將佢最靚嘅一面展示俾大家。如果大家都想揾一啲經得起歲月考驗嘅品質翡翠嘅，不妨關注錢錢請翡翠唔踩坑。